坐。别坐啊！别坐，别坐。好了，不要开了，那个开了。多少点开了？多少点开了？不要开，先别开了。好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好了。好了。啊，对，出子，你别找他们问我们情况没？忙啊。中午啥么子的啊？没有空，后来从那些那个，人家反正几个人啊？是，刚开会回来我问一下情况。老弟呀，多少人呢？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观察照看到在那个建筑啊，集中了100余人。检查上面是个观察照，把那个就看了。就中环购物中心是吗？去中环这个大连超市，这个这边的东山都。我这个又是一个多次了，啊，打。起来！房顶上有人。回去。看着这个窗户。什么呢？杨姐，你负责，杨姐。对。杨姐，你负责，杨姐。哎，你是采访的吗？对杨姐啊，杨姐。哎，你采访的吗？你听到吗？不是。我的好使。跪下！然后，就拍那些，能放心。出来，滚！走，不管了，我们赶紧走。走，把头摸起来，2个人摸起来，1个人看一个，头摸起来。你哪的？来个人，来这位啊！他走，来，他吧。别打我！对，跟中央公路过来的，这不是有标吗？走，从哪边走？我这边，哎，我这边走，快呀！这边，快呀！皮，兄弟，不要大家抽的，后面下面，配合点。2楼咋上的？上面还有人啊！哪的？马上在线呢，中央电视台。快走，往出走，快点，手抱头上。你进去，你进去，快，手抱头上，快往出走。手放到头上，抱住。没有了是吧？地下室没有，他这边没有，他楼下。跑走。快点拿鞋。你的警戒行吗？不要说你是哥小气，那不是，那我不是说，走吧。你快转吧。来，你们快。回家。啊，就打这个搞很大门。打你们这是在哪儿呢？打们是我们。你说砸东西的，砸的啥里边？在
说什么？下去，不去。从哪进？我们从哪进？你看这，你看这样子，啊？啥院子？没有门，没有门。不行，快点去这个跑着，这两个人进去。来，你给我看。你到后面去，往前走。这个门堵死了。哎，往前走。往前走。危险！危险！往后退，你人少。别动手！别动手！快！不动打！别动，知道了。啊，知道。可以，让我看。别动，别动。往队。快点来！给我动，来，你这样打。你拍的多，你自己拍的。这些这谁负责的？这几班的。哦。地上。这是打人，打不掉他嘞。不要打。太残忍了。刚刚不久，这里发生了，这旁边这周围发生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，这里是乌鲁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就在刚刚不久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民警呢从民居里抓获了一批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，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武警呢抓获了一批躲在民居里的犯罪分子。进去，行吧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武警呢从现场的民居里躲出。这里是呼和浩特的，不是呼和浩特，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100多人的骚乱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。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100多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武警呢从现场抓获了一批躲在民房里的犯罪分子。
谨慎一点啊！